扎西德勒，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学的这一季是达赖喇嘛尊者在今年的神变日当天的教授，一开始就引用的偈颂。我们先来看达赖喇嘛尊者的开示。tumnum tibu chuyi michushin, royado ngay chage misilla, niji tokpa shana pomindi chunyi tenpa tenpa chawan yuru sene. Duje, ene, chi luji dunge, ene semgi, chi ngangza, diji di, tenpe, diji da ju, digwa, da chi nyebe rikdi,去出呀要嘛的是，统统对我去也没出行。这东西差个没些老师，甚至个东西的，针对的可能个差个都是出主那呢。哎呢，把东西些要嘛的是，统统对我去也没出行。这东西差个没些老，你就多不想了报名的是，可能突击有的突击了也被原来的一的，没对着了嘛，钱呀要嘛的是。춘이 때마다 좋은 요소. 좀 전에 코로나가 냠뇽 거 타네. 에네 샘 모티브 투어시야, 모시고 시월시야. 에네 된제기다. 간다 코로나가 냠뇽 거 때문에 에네 진주고 드셔서래야. 에네 샘 모티브에 견디 이제 봐 세트 그래서 시고 위험해. 전에 코로나가 냠뇽 거 타네다 숨쉬.第一句 ，tuk nam di ba 去夷米处醒 ，tuk 是突汪能人，也就是佛的意思 ，nam 是诸位，表达多数 ，di ba 是罪孽、罪恶的意思，去是水，夷是第三格位词，所以呢表示用水去做一个动作。mi 是否定词不的意思，处是洗涤冲洗，醒是而且。tuk nam di ba 去夷米处醒。第二句左为度耶恰吉米塞拉。左哇我们之前学过了，当名词的时候呢，它指的是去六道有情众生的意思。一呢是的。度耶我们也学过了，是痛苦。恰是手的敬语，吉呢是第三格位词，所以这边指的是用手去做一个动作。咪一样是否定词不。sel 是清除、排除、消除的意思。拉呢是一个格位词。左为度耶恰吉米塞拉。第三句尼吉多巴贤拉。不明的逆是仅此唯独，这边指的就是佛他自己，佛他本身。吉呢是的，多巴是正量，校正的正，贤是其他他人，拉是一个格位词，不是搬迁移植，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的意思，明是非不是的意思。的是一个连接词，表示他这一句话还没有讲完，要连接下一句。尼吉多巴显拉不明的。第四句，圈尼点巴点贝之外有。圈尼是法性的意思，点巴我们之前学过的是真谛。点贝这个点巴呢，当动词的时候要念点巴，表示开示。视线的意思。那如果当成名词要念 denba 就是叫法。萨呢是一个格位词，表达理由、原因、因为怎么样的意思。所以 denbe 因为开示法性真谛，所以会怎么样呢？知瓦的 gur， 知瓦是解脱，然呢是一个格位词，指的就是前面这个解脱知瓦。gur 是将会成为圈尼点巴点贝之瓦的，所以这一整季的意思就是说，诸能人并无法以水去洗涤众生的罪障，而且也没有办法以手
去抹除众生的痛苦，他自己修得的这些正的功德也没有办法移植到众生的内心，那要如何将众生导向解脱，安住在佛果位呢？将他自己所修行的这一些经验传达给众生，向众生开示法性真谛，让众生如此的去修行，进而得到解脱。好，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再来复习一次。通通对我去没得想着的，俺下个没事，你就到我想到不没的，去你等不找就如是样个。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